現在係誦讀經文嘅時間。今日所誦讀嘅經文係喺提摩太後書1章6至10節。請聽我讀出。為此，我提醒你，使你將神借我按手所給你的恩賜，再如火挑旺起來。因為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嘅心，乃是剛強、仁愛、謹守嘅心。你不要以給我們的主作見證為恥，也不要以我這為主被囚的為恥，總要按神的能力與我為福音同受苦難。神救了我們，以星照照我們，不是按我們的行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這恩典是萬古之先，在基督耶穌裏賜給我們的。但如今借着我們救主耶穌基督的顯現，才表明出來。他已經把死廢去，借着福音將不能壞的生命彰顯出來。聖經讀畢，現在係宣講主道嘅時間。好高興今日有許俊明牧師喺我哋當中分享神嘅信息，講題係你生命呼召的屬靈恩賜。請許牧師。親愛嘅弟兄姊妹平安，我哋一齊低頭祈禱。愛我哋嘅主，我哋感謝你，接着耶穌基督拯救咗我哋，讓我哋得着那永生嘅生命。你賜俾我哋呢啲非凡嘅禮物，就係要我哋加入基督嘅身體入邊，嚟到彼此服侍，建立基督嘅身體，建立教會，使到教會可以成為世人嘅祝福。求你今日讓我能夠講得清楚，弟兄姊妹能夠明白，我哋一同被建立。咁樣祈禱係奉我主耶穌基督嘅名求嘅，阿門。感謝主，我哋作為神嘅兒女，用信心嚟到接受耶穌基督做我哋嘅救主。神俾咗我哋權柄，係何等嘅權力，能夠成為佢嘅兒女，並且領受佢所賜俾我哋嘅禮物，就係永生。因此我哋冇人會失去救恩，因為神嗰個常存嘅種子係存喺我哋嘅心入邊，就係約翰一書嘅3章第9節。個種子翻譯為神嘅生命喺我哋個裏面，使到我哋唔會犯罪。我哋就領受咗聖靈，去大能嘅恩典，呢啲都係神賜俾我哋人間俾唔到我哋嘅非凡嘅禮物。因此我哋要被吩咐喺我哋生命嘅呼召入邊呢，要去成長。喺腓立比書嘅第2章13節話：神為咗成全自己嘅美意，就喺你哋裏面動工，使你們可以立志同埋行事。神為咗佢自己嘅美意，透過你嚟到去達成實現神對你生命嘅呼召，係必須要揀選人嚟到去成全佢嘅旨意。因此呢種內在嘅加力包含咗乜嘢呢？包含咗聖靈要將佢屬靈嘅恩賜俾每一個重生嘅基督徒。因此我哋如果冇去發現同埋實現神俾我哋嘅生命呼召，我哋就冇辦法去完全成全神對我哋嘅計劃。如果我哋又冇辦法發現同埋去培養神俾我哋嘅屬靈恩賜嘅話，咁我哋就唔會明白神對我哋生命嘅呼召。因為每一個聖恩賜嘅賜下，都係為咗要服侍耶穌基督嘅身體。呢個就係聖經所講嘅，喺哥林多前書嘅12章第7節話：聖靈顯現在各人嘅身上，目的係咩呢？係要使人得着益處。
所以接着屬靈嘅恩賜，我哋先能夠使到基督嘅身體受益，咁樣神就可以完成佢對世界嘅目的，完成佢將你帶到呢個世界嚟嘅目的。而呢個目的就係涉及到我哋生命嘅呼召。所以我再講，我哋基督徒一生人最大嘅發現，就係去尋求同埋實現神對你生命嘅呼召。咁點樣揾到去實現神對我生命嘅呼召呢？就係要去發現神俾你嘅禮物係乜嘢。呢度一共有3種屬靈恩賜嘅類別。第一種就係主導性嘅恩賜，另外就侍奉性嘅恩賜，最後一個係彰顯性嘅恩賜。而今日每一個基督徒都會有一個主導你一生嘅屬靈恩賜，使到你有能力去做神嘅工。咁就睇你點樣嚟到去運用，會唔會濫用，會唔會誤用？你只能夠有一個主導性嘅恩賜，你唔可能有幾個主導性嘅恩賜。咁樣你先需要人哋。如果你有晒7個主導性嘅恩賜，咁你就真係唔需要人哋。我哋每一個人都好需要別人嚟到幫助我哋行走天路，但係你同我可以擁有一個或者係超過一個嘅侍奉性恩賜。如果我哋運用得適當係啱嘅話，咁你就可以俾你經歷到有一個或者幾個彰顯性嘅恩賜。每一個基督徒都可以從佢主導性嘅恩賜嚟到睇佢嘅一生，懂得點樣去回應某一個處境，懂得點樣去回應某一個需要。人即使喺相同嘅處境入邊，都可能有7種唔同嘅反應，就係同7種唔同嘅主導性嘅恩賜有關。如果我哋唔明白其他6個主導性嘅恩賜，咁淨係知道自己嘅恩賜，你就會造成人與人之間嗰種關係嘅張力。所以點解要俾每一個基督徒都明白佢自己嘅主導性恩賜，同埋去明白人哋嘅主導性恩賜係幾咁重要？因為人嘅關係越係靠近，越係親密，咁彼此就越係需要去認識對方主導性嘅恩賜。今日人世間最緊張嘅關係係邊一種關係呢？你話咧？今日人世間啊，最緊張嘅關係係咩關係？就係婚姻關係。今日婚姻夫妻之間爆發衝突，就係因為對呢一種嘅知識無知，對主動性嘅恩賜嘅知識缺乏了解。你諗下，如果有一個有先知恩賜嘅人，同一個充滿憐憫恩賜嘅人結咗婚，但係佢哋彼此都唔明白彼此嘅恩賜，咁呢啲恩賜一融起嚟嘅時候呢，就會帶嚟反效果。因為每一個人都有表達嘅需要，同埋被了解嘅需要。為咗呢個緣故，我要同各位嚟到睇聖經點樣去解釋屬靈嘅恩賜。呢7個主導性嘅恩賜，我淨係詳細去舉出先知嘅恩賜，比較詳細啲，其他就冇舉啦，因為時間唔容許。咁第一個我哋先嚟到睇，係指出對或者係錯嘅，就係先知呢個角色。呢個喺羅馬書嘅12章第一次出現嘅主導性恩賜，就係喺第6節。佢話照着所賜俾我哋嘅恩賜，我哋各有唔同嘅恩賜。如果係做先知傳道嘅恩賜，咁就照着信心嘅程度去用佢。嗱，呢個我係用咗標準譯本啊，比較清楚啲，係講先知講道，唔係嗰啲國法預言啊嚇，喺嗰度預言幾時會世界大戰。今日呢個第一份被列出嘅先知嘅名單咧，呢個恩賜嘅名單，佢就講明咗喺基督身體入邊嘅重要性。
因為凡係有呢個恩賜嘅人呢，佢立刻會感覺到某一個人或者某一件事出現嘅任何錯誤，或者係講大話。一旦去拆出某一個錯誤，佢就覺得佢有義務嚟到去揭發佢。邊個能夠代表有呢種恩賜嘅人呢？就係彼得。你睇下亞拿尼亞同埋佢嘅太太撒非拉，企圖要向教會隱瞞有關奉獻金錢嘅事。彼得點樣同佢講呢？彼得同佢講：亞拿尼亞，點解撒旦充滿咗你嘅心，使你欺騙聖靈呢？嗱，彼得就係有呢個恩賜，佢能夠拆得到出嚟，好似有個 X 光機咁樣。仲有喎，西門都係咁樣，佢企圖咧想用自己嘅利益買低神聖靈嘅能力。彼得就同佢講：你同你嘅錢一齊去死啦！因為你以為可以用錢買神嘅恩賜，你喺神嘅面前咩啊？心術不正啊！你唔使旨意喺我哋嘅事工上有份。所以你睇神當年揀選一個有呢種恩賜嘅人，作為初期教會啱啱開始建立嘅時候，係好重要嘅。因為神要求信徒個個都要活出一個聖潔嘅生命，呢個就要求每一個人都有敬虔嘅動機，同埋凡事都要透明。咩時候教會如果要想降低標準，要同世俗妥協嘅話，咁教會入邊有呢啲先知恩賜嘅人，佢就一定會起身嚟到反對。如果反對冇效，通常佢哋都會離開教會，去另外一間。反正新加坡地鐵咁發達，如果佢睇到教會係妥協嘅，佢哋反對冇效就一定會走，因為佢有先知恩賜。咁而家我就同各位嚟到睇先知恩賜，佢嘅特徵係乜嘢，同埋佢點樣會被濫用喎？點樣會被誤用？嗱，首先佢嘅特徵係需要表達自己，佢好中意講出自己嘅諗法、自己嘅睇法，並且好中意你哋嚟到問佢你有咩睇法，因為佢好中意表達自己。但係佢嘅濫用咧，好多時候揭發咗咧，佢唔會挽回，佢覺得呢個唔係我責任，我淨係指出你嘅罪嚟。至於你點樣嗰啲唔關我事啦。之後你又交俾勸勉者去幫你。同埋咧，佢好快能夠睇透人。正話咪講到西面咯，佢即刻睇到佢心術不正。但係佢濫用嘅時候咧，就好容易做結論。佢淨係睇到一啲表面嘅問題，佢就忽略咗嗰個綜合嘅因素。有陣時都會做錯結論嘅，同埋佢對唔誠實好警覺嘅。但係佢濫用嘅時候咧，對罪人嘅反應係好嚴厲嘅，不宣情面嘅。同埋仲有啊，佢好切無公義㗎，佢冇辦法忍受唔公義嘅事情發生㗎。如果佢所住嘅嗰個國家係可以示威嘅話，佢一定係嗰個召集人。但係咧，佢唔容易赦免人嘅。另外咧，佢好容易公開自己承認去做錯咩事。如果佢做錯事，你唔使逼佢嘅，佢自己會上台嚟向幾百人佢話我錯咗。因為佢有先知嘅特徵，但係佢嘅濫用係乜嘢咧？佢定自己嘅罪，佢唔可以原諒自己。人哋都原諒咗佢啦。但係佢仲係唔原諒自己，呢個就係先知嘅問題。仲有佢做乜嘢都全心全意嘅投入，但係呢，做咩都係冚冚青，好衝動，諗都唔諗。另外呢，佢嘅特徵係忠於真理，唔係群眾，因為多數唔一定係代表真理㗎嘛。但係佢濫用嘅時候呢，凡係失敗嘅人呢，佢就同佢一刀切，劃清界線，唔會再來往。仲有咧，呢啲人係甘心情願為義受逼迫嘅，即係如果嗰個環境帶嚟逼迫嘅話，佢唔會走嘅，佢會去面對嘅。但係咧，佢濫用嘅時候咧，喺指責對方嘅時候係缺乏技巧嘅，即係咧唔睇時間嘅，唔睇場合嘅，所以有時會好 hurt 人嘅，好傷害人。
仲有啊，佢講明真理嘅時候係非常之有說服力㗎，因為呢個係先知嘅特性。但係佢往往係停留喺一啲好消極嘅事情上面。呢個就係先知。睇下係咪你屬於呢一種咯？一陣間我哋就舉例子啦。另外呢，係講滿足需要，即係滿足需要嘅人呢，就係服侍者，因為佢有特別嘅能力，睇到嗰啲要去完成嘅事，而且呢啲人都好主動去完成，唔使等人吩咐嘅。每當佢哋被要求服侍嘅時候呢，佢哋都會成為 yes man， 會好容易就答應。但係呢，好多時候答應咗係超過佢嘅能力所能夠負上嘅責任，因為佢哋係 yes man， 咩都係得嘅，以至於呢就好容易產生壓力同埋焦慮。邊個係服侍者最好嘅榜樣啊？就係提摩太。佢服侍保羅，連保羅都為佢做見證話，因為冇人好似佢咁樣一同真正關心你哋嘅事，人哋都係自己顧自己嘅事，都唔關心耶穌基督嘅事。但係提摩太唔同，所以提摩太佢身上有好多美好嘅特質，但係佢有一個問題喎，但係答應咗嘅事冇辦法完成任務㗎，所以保羅需要提醒佢，冇忘記喺冬天嘅時候將我外套帶翻嚟俾我啊！同埋仲有提摩太有胃病嘅問題喎，咁啊好可能講明咗佢係長期喺壓力之下，所以個胃出咗問題。嗱，教會通常呢好中意有服侍嘅人，教會入邊如果係越多服侍者恩賜嘅人呢，牧師就真係開心到不得了。因為如果你諗下，如果教會入邊個個都先知，個個都係老師嘅話，個個都唔肯服侍喎，咁啊佢就好頭痛啊！但係好多時候教會一睇到呢啲肯服侍嘅，就將佢馬上放喺一個領導者嘅地位，因為呢啲人肯出嚟做嘢啦嘛。但係佢哋冇組織嘅能力，結果就經常發現佢哋冇辦法去完成佢哋所做嘅嘢，佢哋冇辦法做晒所交代嘅嘢，就覺得好孤立，佢就覺得人哋都係旁觀者，都唔肯參與，就好灰心受挫。嗱，呢個就係服侍嘅恩賜。第三個咧係搞清楚事實，就係咩恩賜咧？教師，教師佢要好積極去審核某個人所講嘅嘢，確保佢所講嘅嘢係咪準確嘅。如果係意事實不符嘅話，佢就一定咧同對方講出嚟。所以教師未將佢所聽到嘅用出嚟嘅時候，係一定係盡力去收集所有嘅事實。保羅見證比利亞嘅弟兄姊妹，確保保羅所教導嘅係咪正確。佢話呢度嘅人比帖撒羅尼迦人更加開明，熱切接受主嘅道，天天考察聖經。嗱，後邊講要知道所聽嘅係咪與聖經相符，就係保羅所教導嘅。路加就係一個好有代表性嘅例子，即係代表教師。因為佢所寫嘅福音書比其他福音書嚟得更加長篇，長篇唔一定係大論啊。咁啊因為你睇佢喺路加福音嘅第1章第2節就已經講到㗎，佢要確保收集到嘅資料係好準確㗎。更加唔好忘記路加都係一位醫生，作為一個醫生，佢所受到嘅訓練係咩啊？凡事都要求準確。咁啊另外呢，就係鼓勵成長嘅恩賜，鼓勵成長嘅恩賜呢，就係勸勉者。作為一個勸勉者，佢嘅目標係乜嘢咧？佢嘅目標就係要同信徒解釋屬靈上點樣成熟、點樣成長，去陪嗰啲遭遇問題嘅信徒一齊走過、一齊度過嗰啲困難，並且可以能夠同佢哋解釋，如果你係用喜樂嘅靈同埋感恩嘅靈嚟到去回應你所遇見嘅考驗或者係試驗，點樣會帶俾你喺屬靈上嘅成長，就係勸勉者個角色啦。咁邊個係呢個勸勉者嘅代表呢？當然係保羅，因為佢解釋佢自己嘅生命目標喺哥羅西書嘅第1章28到29節，佢話用各樣智慧勸戒，就係勸勉者，教導眾人，仲要使他們在基督裏長大成熟。保羅用佢自己嘅經歷，佢話我為基督嘅緣故，就以軟弱、凌辱、艱難、迫害、困苦為喜樂，係因為當我發現我經過咗呢啲遭遇之後呢，基督嘅能力就會豐
福俾我，以及我咩時候喺自己裏面軟弱，我喺基督入邊就會剛強。佢能夠以佢自己嘅經歷去幫助嗰啲遭遇試煉嘅人，勸佢哋喺能夠屬靈上成長同埋成熟。另外呢，就係第五，提供幫助。提供幫助嘅人就係施者，真正施捨嘅人會滿足一般人所忽略到嘅需要。因此佢唔係淨係識得同人籌款，佢要俾人知道我所俾嘅動機，唔係要俾人注意到我有呢個恩賜，唔係個個都嚟揾我。佢能夠睇見嗰啲所謂人睇唔到嘅資源，佢能夠揾到，佢俾嘅嘢都係高品質嘅嘢，唔係嗰啲屋企唔使用嘅咧，啲大掃除啊，順便掉嘅，唔係嘅。佢俾嘅嘢，佢要知道人哋有冇好好去利用，佢會激勵人哋一齊嚟到去參與去俾，並且佢要確保佢所俾嘅係咪人哋所需要嘅。邊個係呢個人呢個恩賜嘅代表呢？當然就係馬太。馬太彰顯咗呢個施捨嘅恩賜，因為耶穌呼召佢作為主嘅門徒嘅時候，佢本來就係一個稅吏。馬太喺佢個福音書入邊講到提到金錢嘅事係多過其他福音書嘅記載嘅，並且佢仲講到呢個記載喺父暗中察看必然報答你，即係喺暗中施捨呢個經文係記載喺馬太福音入邊。所以耶穌基督就接着一個窮寡婦嘅奉獻，提出一個施捨真正嘅本質。佢話呢個窮寡婦掉落去嘅錢，掉落奉獻箱嘅錢，比人哋所投嘅更加多，因為人哋都係將剩嘅攞出嚟嘛，因為佢大把錢啊嘛。但係呢個唔係喎，佢棺材本都攞咗出嚟喎，佢所以比人哋投嘅係更加多。你就睇見慷慨，唔係睇一個人奉獻幾多，係睇一個人仲剩翻幾多。第六個就係分配任務啦。分配任務就係治理者。治理者能夠睇見佢所委任嘅事嗰個重要嘅任務，佢能夠預先睇見佢被託付嘅事能夠完成應該有乜嘢步驟，佢都能夠列得出嚟。佢願意承擔，為咗要完成呢個任務，好可能有考驗同埋難阻，有困難，但係一鼓作氣，頑強到底，直到任務完成。佢亦都應期待人哋都用呢種心態殷勤嚟到同佢一齊完成任務。咁邊個係呢個恩賜嘅代表呢？咁啊，真係尼希米。尼希米係一個好傑出嘅組織管理者 （ruler organizer）。如果你用英文嚟讀嘅話，就係你去買嘢，因為佢識得去分配人哋做嘢。佢做咗一樣人睇起嚟唔可能完成嘅任務，就係建造耶路撒冷嘅城牆。咁龐大嘅任務，佢就去委任每一個人、每一個家庭、每一個小組去負責某一個城牆嘅部分。佢對敵人係站穩佢嘅立場，並且仲能夠解決內部嘅紛爭嘅問題。呢個任務竟然喺52日就完成啊！咁龐大嘅任務啊，淨係用咗52日，連仇敵聽見之後都感覺到羞愧，都承認呢個工程係靠著佢哋嘅神幫助完成嘅。最後一個呢，就係彰顯憐憫。憐憫當然就係憐憫者嘅恩賜啦。憐憫人嘅人會激勵人哋去撫平人哋嘅傷痛，並且能夠俾人安慰、俾人憐憫。佢哋係實踐呢個誡命，就係喜樂嘅人同樂，與哀哭嘅人同哭。呢個恩賜對施害者係佢哋嘅反應係好強烈嘅。對，如果聽到有邊個害咗邊個，佢對嗰啲做惡事嘅人嘅反應好強烈嘅，恨之不得咧，可以幫佢報仇添。咁啊，但係相比呢個恩賜嘅另外一面咧，就係 exhorter， 就係勸勉者。勸勉者咧係鼓勵人喺受傷嘅呢件事入邊能夠成長，但係憐憫者唔會去陪你喊嘅啫。佢能夠感受到你嘅痛苦，所以邊個係呢個恩賜嘅代表者？當然係約翰，因為佢所寫嘅福音書信，佢嘅主題就係信徒要彼此相愛，好似基督愛我哋咁樣。所以佢話主為我哋捨命，咁樣我哋就知道咩叫做愛啊嘛。我哋都應當為弟兄捨命啊嘛。凡係睇見世上
弟兄缺乏嘅、窮乏嘅，但係你硬着心就唔理佢喎，你點能夠講你心入邊仲有神嘅愛？所以你睇過7個主導性嘅恩賜，每一個人只係得1個嘅啫，你唔可能有2個㗎。Please， 如果你如果具備咗7個喺你身上嘅話，咁你真係超人啊！真係你一個人做晒啦，我哋個個走得㗎啦。咁而家我哋睇一睇每一個屬靈恩賜嘅基本動機，即是話，如果我哋去假象，如果屋企入邊有一個人唔小心，好似話呢個小朋友將台上嘅蛋糕跌咗落下，咁在場有7個唔同主動性恩賜嘅人都在場，好可能同一個處境有7個唔同嘅反應喎。但係點解佢哋有唔同嘅反應呢？因為每一個人都有唔同嘅動機。第一個就係你睇下仔，你睇住你就係咁唔小心啦，你唔小心就會咁樣啦。嗱呢個動機係咩呢？你糾正嗰個問題。咁呢個人當然就係先知咯，唔使講。但係你有一個就話，唔緊要啦，我幫你執咗佢就得㗎啦。佢個動機係要滿足一個需要㗎嘛。咁呢個人當然就係服侍啦，係嘛？另外一個就話，唔係喎，佢跌落嚟係因為嗰個台唔 balance，某一邊又太重啊，重心不穩啊。呢個佢係想發掘佢嗰個發生嘅原因係乜嘢嘛？當然呢個就係教導者咯。但係另外一個就話，唔緊要啦，下一次點心同埋晚餐就一齊上，咁就 balance 咗啦，係嘛？佢就避免未來重蹈覆轍啊嘛。呢個就係勸化者啦。另外一個就話乜嘢呢？唔使激心嘅喎，唔使難過，因為任何人都會遭遇到嘅喎。佢就要減輕嗰個人嘅軍癖感啊，呢個人就係憐憫者啦。另外一個就講咩呢？唔緊要㗎，我再買多一份啦。所以對於需要嘅話，佢以為俾實質嘅幫助，唔係得把口講嘅啫嘛，會有行動嘅喎。呢個就係施捨啦。另外一個就講，Jim 啊，你將套嗰個掃把攞過嚟啊，同埋阿叔行啊，你又將佢執起嚟啊，仲有1萬嚟啊，你幫我再整多個點心。咁呢個係要去達成人喺當前嘅目標。呢個人就係治理者。所以你睇喺同一個處境入邊，都有7種唔同嘅反應。點解呢？因為神俾每一個人都有唔同嘅主動性恩賜啊嘛。跟住你會明白最後。你明白呢喺以下嘅情況入邊呢，唔同恩賜嘅人呢，又會有唔同嘅反應嘅。而家我要假設牧師話要去醫院探病人，咁佢叫咗7個人同佢一齊去。呢7個人有唔同主動性嘅恩賜，就一齊去到中央醫院探病人。可能就係探下殷老師咁啊，假設啦嚇。咁而家你就去想像一下佢哋嘅談話內容係乜嘢啦。首先第一個就話乜嘢呢？佢話殷老師呢啲係一啲心意嚇，咁啊遞上禮物呢度係呢啲信件啊，仲有你屋企啲狗我會幫你餵咗㗎啦，花淋咗㗎啦，有啲碗洗咗㗎啦。佢有呢個反應係因為係一個服侍，好中意服侍使到嗰個住院嘅人都好安樂住耐啲都唔緊要係嘛？另外呢，有一個就話透過呢場病，神係咪真係要同你講，你有咩罪未認啊？本來殷老師聽日就出院嘅，點知道聽到呢個3個月後先出院啊？所以去探病真係要同嗰啲有先知恩賜嘅人小心啲小心你把口啦即係你要揀時間場合講嘢啦，你真係係嘛？另外一個呢，就話乜嘢呢？佢話針對你嘅病，我做咗啲研究喎，我諗我能夠同你解釋係點樣一回事咁呢個就係教導者佢真係做咗 research 俾你知道你唔會唔清唔楚得到咩病係嘛？另外一個就話咩？你喺度所學到嘅，以後你會覺得點樣去幫助到別人呢？呢個就係勸化者咯，係嘛？另外一個就會講咩？聽到你病嘅消息聽到你住院，我真係好為你難過。而家好啲嘛 ？OK 啊嘛？呢個就係憐憫者，佢會講呢啲説話，係因為佢喺身上係有呢個主動性嘅恩賜，係嘛？另外一個咧就講，有冇錢啊？保險夠唔夠啊？唔夠我幫你諗辦法啦。呢個就係施捨者，佢有呢個恩賜，好自然佢即刻就諗到錢啦。另外一個咧，你唔使擔心辦公室嘅事喎，我已經將你嗰啲工作分配咗俾其他4位同事。呢個就係治理者，你就發覺到咧。喺一個處境入邊，有7個唔同嘅反應，並且有7個唔同嘅動機。
試諗一下，如果你信咗主咁耐都唔知道自己嘅屬靈恩賜，你諗下你同你老婆、你同你啲仔女嘅關係會點呢？因為大家都係按着神俾佢主導性嘅恩賜嚟到去講話，嚟到去反應，嚟到去做決定㗎喎。如果你唔了解自己又唔了解對方，當然就會有衝突啦。人與人之間嘅關係就一定會好緊張，更加何況係建立基督嘅身體。親愛嘅弟兄姊妹，我冇辦法知道神俾你生命呼召係乜嘢，但係我可以幫你點樣揾到神對你生命嘅呼召，就係你一定要去發現明白神俾你嘅主導性恩賜係乜嘢。我哋一齊低頭祈禱。愛我哋個主，感謝讚美你，因為你俾咗我哋人俾唔到嘅禮物，就係屬靈恩賜。原來呢啲恩賜係俾重生嘅基督徒嚟到去服侍建立基督嘅教會，更加係嚟到去改善幫助我哋同人與人之間嘅關係。求天父讓我哋早日能夠揾到並且實現你對我哋生命嘅呼召。我將弟兄姊妹交託祈禱，係奉我主耶穌基督名求嘅，阿們。